伫桃园之前有掠着业者进口美国猪肉，也毋过标图煞打讲这是加拿大来的。卫生单位已经有发业者，包括业者移送法办。伫事务所这边昨昏是召开记者会，因强调讲，这案件拢会当讲是算是标示无老实的案件，因为政府稽查2年半以来，无论是美国猪肉，也是其他国家进口的猪肉，咱政府拢无验出3肉种。卫生局人员到村口进行稽查，并且同时采检样品，看是毋是含有3肉精来可多巴胺。因为食药署进行资料检举，讲有关食品通分公司涉嫌加美国进口的低卡因切片，产地标示改做加拿大，违反这个食安法，会依上检调来侦办。有涉嫌这个标示不实的问题哈，那我们这个跟桃园讨论完以后，他是用刑法255条做移送。255条就是商业诈欺啦，哈，简单讲就是诈欺的行为。食药署讲，对110年到即阵，总共查验24万5千多件猪肉原料原产地标示，有87件无合格，其中76件无标示，11件标示有错误，总计采罚金额是252万6千块，均并无检出任何猪肉含有内剂。由最近一直传出有美国猪肉标示有出问题，互外界执期有洗产地嫌疑。外交部长吴钊燮18到立法院进行业务报告时，坦白讲，台美21世纪贸易倡议谈判，因为美国猪肉事件而出现，一寡忧虑也有冲击。是最近我们碰上的这个逆流，就是说把美猪形容是有食安问题的一个产品。那我想这个可能会造成台美之间的一个贸易上面的这个冲击。吴钊燮强调，美国在地协会已经发布声明，加上主席罗森伯格已经伫台湾，既然要甲美国有贸易协议，台湾人民、台湾政府甲台湾政党拢应该爱接受自由贸易的标准。记者宋华报道。